高雄市消防救护车这收费制度已经有11年啊，也是有人念喙齿听拢叫救护车。去年这救护车出勤案件就超过16万件，乌白乱叫救护车罚罚款的有27件。调机关质疑讲，敢是宣传无够，执行效率无好。不过消防局是认为讲，收费制度有发挥伊的效果。 警示声音一响，救护车随出动救人。根据统计，高雄救护车的出勤案件，去年有15万6千件，去年已经超过16万件。若是乌白救护车开单收治的案件，去年是52件，降到去年剩27件。议员质疑，敢是执行开单效率无好，才会让出勤的案件逐年增加。好，我们救护案件逐年在增加了哈，同仁负担也是很大。那基本上我们同仁在开这个 罚单的时候，其实都相当谨慎了哈。我们是尽量也不要对这些很多都是弱势的嘛哈。啊，当然也有一些都很刻意，一直浪费救护资源的，这个都有了。我们开单很谨慎。消防局讲，出勤案件增加，其实甲罚单开较少无关系，因为各县市的出勤量拢是增加的。伊认为人口老化、就医的需求变多，才是主要因素。 救护车收费的部分，112年52件，113年剩27件。上侪案件都是把救护车当作计程车。伊认为收费有达到效果，因为都捌有人连喙齿听嘛叫救护车来载。载到急诊室之后，他下了急诊室之后，他就跑去说他牙痛啊，所以他本身不是一个很紧急的一个伤病的情形，他跑去门诊。是。 高雄市是对2013年开始执行救护车收费的制度。消防局提醒，若是有乌白救护车，拢会罚1700块，民众千万唔通浪费救护资源。记者柯卡如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